台湾话行贿应该安怎讲安怎写细康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释义行贿，用财物贿赂别人，用力。伊提钱要甲警察细康，警察颠倒交罚较侪钱。他拿钱要向警察行贿，警察反而罚他更多钱。请支持我，点击 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谢谢，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